呢個係你從未見過嘅威廉王子，未來嘅國王神態輕鬆，不時開住玩笑，一邊啜飲住蘋果酒，一邊騎住摩托車。我成日都遲到，所以我諗住用呢個方法令我哋會議準時嘅。呢位3個小朋友嘅爸爸講得好坦白，傾到查理斯國王同凱特王妃抗癌帶嚟嘅壓力，仲話今年係喺人生中最艱難嘅一年。我睇翻起嗰陣時，當你突然間發現，原來隨時隨地都可以俾人拉走你腳下嘅地氈，嗰種感覺真係會帶你去到一啲非常之唔太好嘅心理陰影地方嘅。如果唔介意問下，咁樣對小朋友有咩影響？我哋屋企好開放，所以我哋會傾下佢困擾我哋或者令我哋唔開心嘅事。我真係好自豪我老婆同我爸爸，佢哋點樣面對佢舊年發生嘅一切。我哋小朋友都處理得好好。其實我真係會掛住。呢個訪問係2月拍嘅，佢小朋友唔俾用電話，佢哋成家人一齊食晚飯。講到媒體同私隱問題時，佢都有提過佢同兄弟 Harry 嘅疏離關係。希望我哋唔會再翻去以前嗰啲做法，嗰啲我同 Harry 細個時要面對嘅嘢。英國皇室呢家人雖然同我哋隔住個大西洋，但係喺好多人心目中，佢哋就好似左鄰右里咁親切。喺我哋呢代人，基本上都係睇住哈利同埋威廉長大，直至佢哋成家立室。但係皇室始終都唔係普通家庭，佢哋嘅一舉一動，每一段人生經歷，同英國嘅國運真係命運共同體嚟嘅。相信大家一路睇片段，一路咧都好有回憶。咁我哋就聽下 Parker 對於今年英國同埋皇室有啲咩預測啦。好啦，依家我哋講下政治變動。我哋會講英國。喺英國呢度，我哋會見到我哋經濟會徹底崩潰一段時間，令到 Starmer 政府嘅處境更加惡劣。佢會下台。我覺得佢會好快咁走人，我覺得佢真係好唔受歡迎。其實都唔使靈媒都知佢遲早要走。講真啦，佢成個2025年都係邊緣徘徊，佢哋會逼佢走，但係佢會盡量唔想走。工黨政府入邊會有好多混亂，最後會係 Ed Miliband、David Lammy 同埋 Claire Rayner， 因為我覺得佢哋嘅勇氣去逼佢走，大家都由工黨轉咗去綠黨，我覺得會係左派同右派之間嘅爭拗。工黨分裂之下，佢哋又驚輸俾改革黨，但係同時又好驚失去晒左翼選民俾綠黨。首先，我覺得 Yvette Cooper 會出嚟做一陣子臨時首相，有啲人會走去支持綠黨，但係面對改革派就完全冇勝算，所以佢哋真係進退兩難。老實講，呢個情況我都好難預測，因為我腦入邊已經有太多關於呢個人嗰個人嘅諗法，我覺得我自己嘅睇法都開始參與咗入嘅。如果真係要我哋逼到埋身，問我最後邊個會入到去，我而家個感覺咧，應該都係 Ed Miliband。老實講，呢個問題我真係有啲唔知點答，我都要誠實面對呢件事。但係工黨政府一定會有個結局咧。雖然工黨政府仲會留喺度一段幾長時間嘅法例上，佢哋係可以繼續留任，但係會唔會真係可以留低就未必。但我覺得到時公眾對工黨政府個反感會好大，加上有新嘅工黨領袖上場，佢哋會被逼要舉行大選，因為佢哋嘅權威雖然可能仲有議席，但係民意唔喺佢嗰邊。我認為啲人對英國政治已經感到非常失望，因此我哋將喺2026年睇到大選。我認為會係2026年晚啲時候呢，改革派將會贏得嗰次選舉，佢哋會險勝。但佢哋可能需要保守黨嘅支持先至能夠組建完整嘅政府。佢哋會贏，不過會係一場艱難嘅戰鬥，唔會好似而家民調咁清晰。其他人呢都會轉投改革派。我見到 Liz Truss 會加入改革派，我見到 Suella Braverman 甚至會跳船加入改革派。仲有好耐之後，我見到 Jacob Rees-Mogg 都會加入改革派。事實上，我見到佢做嘅財相 Exchequer。我覺得2026年英國經濟會有嚴重嘅憂慮，市場對英國失去信心啦。我而家拍呢條片係2025年11月19號，我覺得因為民眾不滿呢度會變成憤怒，所以英國喺2026年咧會經歷一段好動盪嘅時期，要作出重大調整。而家呢段時間喺英國，我哋正經歷緊好多唔同程度嘅社會動盪，主要嗰個原因呢，都係圍繞住關於移民政策嘅爭議問題。我覺得喺呢方面，未來呢仲會有更多意想不到嘅事會陸續發生。講翻英國嘅情況，其實好多嘢都冇報道出嚟。
我哋而家有各種動盪，好多人唔開心，甚至走咗上街頭。講到移民，其實唔淨止係非法移民令大家唔滿意，係成個移民問題都令大家唔安樂，就係咁簡單。而家大家覺得自己嘅文化俾太多外國人湧入而淹沒，特別係佢嚟自其他國家，佢嘅技能對國家冇咩貢獻嘅人，呢啲情況引起咗好大反彈。我哋聽到街上面有人大叫啊，我哋要睇返自己嘅國家。呢句喺英國都成日聽到，瑞典、荷蘭都出現咗呢個情況，呢個問題會越嚟越嚴重，慢慢會喺歐洲造成更多麻煩。呢個就係點解英國要脫離歐盟嘅原因。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移民問題會變成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唔單止喺歐洲，唔單止喺英國，係全世界都會有，連日本嘅地方我都見到有問題出現啦。呢個係全球都存在，而且仲越嚟越嚴重嘅一個議題。而家發生緊各種各樣嘅問題，同時又有一股我會叫做美國馬克思主義，有啲人可能會叫做覺醒屋。我覺得呢樣嘢未來幾年都仲會係一個問題，而且要好長時間先至可以解決。大學、政治機構、司法機構等等，同埋其他地方都要好耐先至可以擺脫呢種美國馬克思主義嘅影響。所以而家仲有反抗，街頭有反抗，美國入邊都有人反抗呢啲嘢，喺英國各地都出現咗反抗。歐洲方面，好似法國啦、德國啦，甚至一啲你意想唔到嘅地中海國家咧，都開始反對過度移民。呢啲情況會大大改變政治格局。但係我覺得大家對呢啲事已經好唔耐煩嘅。咁我哋會見到好多抗議活動啊，仲有就係關於生活成本同埋經濟困難呢啲問題開始影響大家。我覺得糧食價格會喺2026年急升，真係會睇到好高。我覺得喺英國呢個問題已經成為英國政治嘅核心危機。其實已經發生緊，而家大家都想投票支持改革，但我覺得呢啲情況仲會進一步引發政治動盪，到時連足球賽嘅活動呢都會變成引爆點，帶咗好多嚴重嘅暴力事件，而且呢情況會令英國政壇出現重大嘅政治重組。其實類似嘅事都喺世界各地發生緊，特別係歐洲，所以好多國家都會出現強烈嘅反彈。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而國內其中一個主要造成分裂嘅問題呢，其實就係宗教分歧。至於特朗普佢搞 BBC 嗰單嘅，我覺得佢會搞一段時間，但係我唔覺得佢會堅持到最後。佢會喺佛羅里達打官司，但我覺得要打到最後都幾難，而且呢單案會拖得太耐，唔適合繼續落去。我覺得佢最後都會收手，會話咁我都尊重英國，我覺得我唔會做呢件事。因為 BBC 係屬於英國人民嘅，咁但係呢件事會喺 BBC 入邊引起好大震撼同不安，會開始改變 BBC 嘅思維方式。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好開心見到有改變。而家好多人都取消咗佢哋嘅牌照費，我哋英國每一個人都要俾呢個牌照費。我覺得咧將會有一場大改革。BBC 將會轉型做一個更加多收費嘅系統，呢啲唔會喺2026年一次過發生，但我哋會開始見到呢個趨勢嘅開端。等到改革政府喺英國上台，我覺得佢哋真係會重新審視 BBC， 用完全唔同嘅角度去睇，覺得 BBC 已經被政治污染，然後開始將佢拆分。首先，部分內容會變成由公眾自願付費，去到某個程度。至於喺過往嘅資料庫，就會放入一個商業化嘅 BBC， 會有廣告同埋收費觀看。依家我哋同大家講下皇室嘅新聞。我見到2026年查理斯王會離世，我見到因為呢件事呢，皇室會有好多變化。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你知唔知查理斯國王到底病得幾嚴重？大家對佢嘅病情都有好多問號，唔知佢究竟點。好多時，如果你人生遇到嘅好難捱嘅事，投入工作其實都係一個好方法。而家抵落嚟都係用一個好開朗嘅態度去投入工作，呢樣對身體繼續撐落去都好有幫助。我認為咧，哈利基本上有嚴重嘅心理問題，其中好多咧都係由對失去嘅恐懼咧引發嘅。我嘅意思就話佢失去咗母親，所以可以理解佢有嗰種對失去嘅恐懼，佢想要國家保護。你可能記得以前有2次事件，皇室家庭曾經被闖入過。但係有一次，女王巡遊經過臨任大道時，有人向佢開槍，有6槍向佢開咗，但係佢一啲都冇驚，完全冇停低，咁就係有種好勁嘅處事方式。
查理斯都係咁樣做，哈利就好似有啲疑神疑鬼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理解嘅，呢啲應該都係源自，譬如戴安娜嗰陣有好多陰謀論，係咪？講緊戴安娜話佢會俾國家搞掂，哈利係咪覺得有人想對佢不利嘅？係咪真係有啲疑神疑鬼？呢種疑神疑鬼係咪都係梅根推波助瀾？因為我覺得佢好似成日都覺得哈利全部人都針對你，淨係得我支持你，我係唯一可以照顧你嘅人，我係唯一可以幫你應付成個世界嘅人。佢令哈利變得脆弱，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哈利其實內心都好想返英國，咁甚至可能會試下咁做。當佢同梅根出現裂痕嘅時候，我本來以為而家已經會發生嘅，但你知啦，呢啲事有時會拖長，但我覺得呢樣嘢仲喺度，我覺得佢哋遲早都會分開。我真係唔覺得呢段關係可以長久。如果查理斯王都唔喺度呢，哈利個心情一定會好亂。我大概都會將所有嘢怪晒個哥哥，咁就好似你面對唔到自己嘅世界，所以你就會怪人哋。我見到國王嘅病情越嚟越嚴重，但係佢都唔肯將多啲責任交俾威廉王子，因為佢想自己做。查理斯咧會想以國王身份做到最好呢，親力親為，即係佢等咗咁耐先做國王，佢想好好把握同享受每一分鐘。佢係一個好趕時間嘅人，有啲似特朗普錯過咗第二任機會，所以想一次過做晒所有嘅。我覺得查理斯而家都係差唔多嘅心態，所以某程度上查理斯同特朗普雖然聽落有啲奇怪，其實都幾有共鳴，因為佢哋都知道時間唔多。佢哋兩個都曾經同死神擦身而過，想做有意義嘅事。查理斯國王其實會幾同情特朗普，作為公職人員，佢絕對唔可以喺公開場合入邊表現到偏幫任何一個政客。但係我覺得佢好大機會會喺適當嘅時候對特朗普表達出一啲基本嘅尊重，可能都係想為將來英國同美國之間嘅雙邊貿易發展預先鋪好道路，從而重新建立翻英美之間嗰種非常之特殊嘅外交關係。我覺得查理斯會喺呢方面做咗幾大嘅動作。我見到有一種象徵性嘅榮譽俾佢嘅，唔係正式咁貴族頭銜，我覺得一定俾嘅。而呢一件事會喺皇室同公眾之間引起一啲分歧，作為舊世界傳統同現代權力之間象徵性嘅衝突。仲有卡米拉皇后，因為我覺得卡米拉而家係隱瞞緊一種病，我覺得佢比大家想象中更加虛弱。不過我覺得佢會長命過查理斯，佢會成為太后。大家會攞稱呼，佢會同威廉發生嚴重衝突。跟住落嚟，我哋嚟傾下威廉王子。我哋會喺未來幾個月見到威廉未來做國王嘅形象逐漸浮現出嚟。皇室會專注嘅精神健康問題同保障幼兒發展，咁所以我覺得佢會承擔呢啲責任。而我哋好快就會見到，其實喺好多方面都見證住佢細佬威廉嘅崩潰。呢啲可能都會令我哋未來幾年重新思考，好似國民健康服務 NHS 發生緊咩事嘅。威廉呢，將會係一個有啲悲傷帶王者氣質嘅人物，因為佢會長命過英勇嘅老婆 Kate， 因為 Kate 身體唔好，佢會對皇室作出好多改革。佢會清走咗靠皇室揾食嘅人，對安德魯王子會好狠心，會將佢踢出溫莎大公園嘅皇家小屋。安德魯王子會俾全世界恥笑。我預見到 Kate 會成為一個團結大家嘅人物，憑住佢嘅同理心同個人經歷，拉近皇室同公眾之間嘅距離。呢個都標誌住皇室路線一個重大轉型時期，因為經歷過咁多挑戰，因為佢哋嘅私人生活、家庭同皇室責任都受到威脅，所以佢哋一定會將家庭放喺推動前進嘅核心位置，同埋家人面對個威脅，點樣喺困難、死亡等等情況下維繫家庭。我覺得佢哋會變得好有力量。我見到 Kate 會成為一個英雄，而家佢真係成為咗我哋心目中嘅英雄，唔係咩？仲有 Harry 同 Meghan 會正式被褫奪咗佢哋嘅殿下頭銜。而家呢件事仲未發生，但好快可能會發生。失去呢個品牌形象呢，會嚴重影響夫婦嘅生意同埋公眾形象。
因為咁多失敗嘅項目搞到資金乾塘 ，Meghan 之後就會出書。不過我想特別講樣嘢，本書個書名會有母親呢個字，佢會想利用自己係一個好偉大嘅媽媽呢個形象，因為佢同皇室嘅聯繫依家都要靠佢哋小朋友，而佢又令佢小朋友同家族疏遠咗。隨住佢年紀大啲，佢就會話：哦，我係個好勁嘅媽媽。其實佢而家已經開始咁做啦。Meghan 更加濫用咗呢個頭銜，佢仲係想做皇室殿下，無論做宣傳定形象都係咁。咁所有嘢都係圍繞住同皇室有關。我仲有另一個預測，哈利同梅根嘅關係其實唔好。而家我哋都知呢樣嘢，但我覺得佢哋嘅關係比表面睇到佢更加緊張得多。哈利對人生嘅感受呢，真係完全受影響。我而家講喺未來18個月內呢，哈利會有動作上返英國。呢段分裂嘅種子會喺佢離開梅根去做某啲活動嘅時候開始浮現出嚟，但係會同加拿大或者軍事有啲關聯。Harry 真係一個好孤獨嘅人，我對佢有好多層面都覺得好可憐。雖然我哋可能會覺得佢有特權，佢自欺欺人，仲成日覺得人哋虧待咗嘅，佢對呢個國家充滿仇恨，佢已經變成一個好孤獨嘅人。咁佢 Meghan 佢哋嘅仔女，佢點樣捱落去？佢會覺得好難捱。佢已經被削弱咗好多。我覺得有一日佢會開始嘅。我要揾翻自己嘅動力，我要揾翻自己嘅自信心。梅根將宣布佢計劃再生一個孩子，以此嚟挽留哈利。唔一定係宣布佢懷孕咗。當然仲有我哋可愛嘅安德魯王子。圍繞安德魯王子嘅法律糾葛遠未結束，但我預見到之前隱藏嘅證人文件或者訴訟咧會浮面，可能係嚟自美國，仲會迫使佢唔情願咁再次成為全球焦點。安德魯而家喺密室入邊整理緊一份私人事件記錄，一本回憶錄，但係暫時未打算出版。話說如果佢真係俾人趕出皇家小屋，或者再次俾人公開羞辱，呢份文件可以用嚟做籌碼。好似咁寫低咗一個核彈級嘅秘密嘅，佢仲知道其他嘅，我覺得佢都將佢哋寫咗落去。喺2025年已經被正式褫奪頭銜嘅安德魯王子，喺2月19號嘅早上8點，啱啱係佢66歲嘅生日就俾人拉咗。咁 Parker，你對於呢件事點睇呢？我即時嘅反應就係覺得係煙幕。咁而家仲未被控告任何罪名，好似話係同公職人員失當有關，所以唔係同未成年女仔有關，又或者同 Epstein 嘅檔案入邊講嘅佢無關。我估佢哋會話可能係啲咩，例如泄露咗可以令人發達嘅資料，好似關於股票市場嗰啲資訊嘅。佢以前個職位都幾有權力，會知道佢可以賺大錢嘅消息，無論係俾 Epstein 定其他人都好。所以我覺得佢哋就係想用呢啲嘢搞嘅，但係點解要咁做呢？唔知佢哋嘅律師會唔會利用呢啲嘅佢採取一啲法律上嘅行動啦？可能咁樣嘅就唔可以去美國作證。你明唔明？其實我哋最想見到嘅就係冇咗美國作證，所有嘢都攤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知道真相，知道到底發生啲咩事。因為如果我哋以濫用財務、濫用公職等罪名起訴佢，咁就唔能夠以其他罪名起訴佢。我覺得查理斯國王同特朗普講嘢，佢哋私底下偷偷地咁樣同我講話，你睇下啦，我其實好清楚我阿哥發生咗啲咩事，所以你可唔可以幫手，盡量幫我拖延住呢件事啊？因為好明顯我哋呢個世界都冇幾多時間。如果真係咁呢，我會寧願呢所有嘢都等我死咗之後先發生，因為我唔想講我阿哥嘅事。係咪真係有咁嘅交易？係咪就因為咁？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原因？特朗普一開始佢唔情願公開晒所有文件。另外呢，我之前講查理斯王嘅時候呢，都有個預測。我記得我講過，我覺得查理斯王會喺今年，即係2026年過身。我大概覺得會係依家呢個時候2月3月到呢。而家睇落嚟好似冇事，但會唔會其實查理斯已經有嘅？會唔會其實佢自己都知身體唔係幾好，都冇幾多時間？希望查理斯王儲可以大步攬過啦。今集就嚟到呢度先，祝大家身體健康。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下集見。